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张陵从军中开除，永不复用。杨玉削其爵位，夺其兵权。杨玉之子杨炎收回其宅院2处。九王降为郡王，罚3年俸禄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这就完了？那我呢？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能让朕罚的？你是有官职还是有爵位？你是有房产还是有田地啊？你是不罚我，可你这更加羞辱了我的人格，践踏了我的自尊，让我这辈子都……够了！这次的事情，让朕给强压下来了。朕只愿你等今后严于律己，洁身自好。都下去吧。臣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